立法委员林俊宪指出，疫情得到控制，无代表会当放松，更要把握时间提悬疫苗接种率。市府公设疫苗接种站，除了伫卫生所、博物馆、美术馆，现在拢成为疫苗接种的空间，为了让第一线工作人员以及民众有更加舒适的接种环境。立法委员林俊宪甲台南市议员蔡小薇、吕维应问下善心民众郭俊杰，关键20台移动式冷气，甲2200个 N95 喙安，力挺防疫第一线。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哦，台南人非常的温暖。那我们跟卫生局、消防局，还有一些医院诊所哦，就询问说，那这段防疫期间呢，大家还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物资帮忙？那结果呢？卫生局说他们因为经常需要外出施打疫苗或者是出外去巡访看诊等等，所以我也就捐了移动式的冷气机，让以后在外面的施打站或者是快筛站、检查站能够让民众就感觉到比较清凉一点。那也非常贴心的，当然有人送 N95 的口罩啦，那今天还有人送护手霜。非常感谢让林俊宪立委还有我们那个蔡小薇议员，还有李维英议员的协助然后那个郭俊杰先生他就是他的善举，捐赠移动式的冷气机20台，然后给我们卫生所在这个做防疫，在疫苗施打的时候可以使用，那给我们市民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来施打疫苗。那另外也在这边呼吁我们市民朋友大家共同合作来做防疫那让我们台南市变成一个更健康、安全的一个城市。除了移动式冷气甲 N95 喙安，正宁慈善公益协会理事长李少宝也代表协会捐出570条护手霜，关心心脑病院第一线医护人员。正宁慈善协会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捐赠，达到抛增应有效果。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